大家好，我係青師，歡迎大家收睇有道火。今日為大家帶嚟一單宗教界嘅新聞啦，同埋神明嘅靈驗見證。之前我哋提及過一間叫做濟世堂嘅，以地藏菩薩為主神啦，利用地藏尖刷輪為善信去問事啊，同埋會為善信點燈嘅一個宗教機構。咁佢嘅負責人之一高先生佢同時喺台灣一貫道法一廣濟道場喺香港嘅下屬嘅機構廣彰佛堂嘅壇主啊，所以佢亦都係高壇主嚟嘅。大概喺1年鬆啲之前咁廣彰佛堂就好希望向善信係籌集經費啦，然之後將佢哋而家用緊嘅一個會址能夠由租係變買嘅。咁所以係向善信係籌募嘅經費。當時呢個香港神話文王殿嘅 YouTube 頻道嘅頻道主啦，同時係文王殿嘅住持阿香先生就不遺餘力咁幫助廣彰佛堂嚟到去籌募呢個購買佢哋個單位嘅經費噶嘛。我自己都係好佩服呢個善舉啊！咁因為真係好無私嘅一個奉獻嚟噶嘛。睇翻廣彰佛堂佢哋嘅公告亦都提及呢一點嘅。喺個公告裏邊就話啦，我哋好感謝香先生無私地協助我哋建立購買佛堂嘅項目啊。當時部分嘅籌款計劃只係屬於構思嘅階段啫，詳細運作程序同埋處理推廣方法都尚未達到可以公開發表嘅程度嘅。咁喺呢個情況底下香先生就以佢嘅個人嘅構思同埋表達方法幫我哋廣彰佛堂係做咗宣傳啦。佢所有嘅影片內容都未提交過俾我哋廣彰佛堂去查閱同埋審核嘅。廣彰佛堂重申佢所有片段嘅內容並唔代表佛堂嘅官方立場或者觀點嘅。如果因為咁樣而造成任何混亂我哋係深感抱歉嘅。即係你可以見到喺廣彰佛堂嘅角度嚟講香先生係同佢哋係冇一個直接嘅一個溝通嘅。佢係自己去發心啦，自己係喺一個對方都並唔知情嘅情況底下係拍咗好多片段啊，拍咗好多影片嚟到去幫佢哋宣傳籌款咁樣嘅。咁所以呢個無私奉獻嘅精神都不可謂係不偉大噶。雖然根據廣彰佛堂嘅公告香先生其實係同廣彰佛堂嗰個購買單位呢個籌款項目係冇直接嘅關係嚟噶。佢純粹一個熱心嘅公眾去幫助佢哋去宣傳，呢個幫助仲係自發嘅添，仲係唔係廣彰佛堂去要求佢嘅。由此可見香先生佢真係對於廣彰佛堂買唔買到嗰個單位係充滿咗熱誠嘅。既然係咁嘅話喺而家事隔1年鬆啲之後佢再去關心翻究竟廣彰佛堂係籌唔籌得夠款啊？究竟呢一個嘅單位係最後買唔買到咁我覺得都係人之常情同埋無可厚非嘅。所以喺香港神話文王殿嘅呢一個 YouTube channel 裏邊7日之前就有一個嘅影片係足足有1個鐘頭19分鐘17秒咁長嚟到去交代翻香先生佢喺廣彰佛堂購買呢件事裏邊所作出嘅籌款呼籲同埋佢自己嘅跟進佢自己思考咁樣嘅。喺香先生嘅影片裏邊佢就提及到之前籌款應該係籌備到係1000萬左右㗎。而據香先生所講要買到嗰個單位總數係要1500萬嘅，所以廣彰佛堂嗰邊就仍然係差500萬先買到個單位。所以香先生就話想幫佢哋買咗佢啊，仲要係非常慷慨咁樣佢唔係話填咗嗰500萬湊夠1500萬去買，佢係想將嗰1500萬係全部自己full pay咁去買啊。咁如果咁樣買嘅方法咁嗰個物業就寫喺香先生嘅名下，咁我覺得都無可厚非啊。咁你1500萬都係你full pay噶嘛，係咪？不過香先生佢就話而家佢仲會唔會買咁佢就唔會買噶啦。咁香先生就擔心啦，廣彰佛堂籌咗1000萬翻嚟，但係佢就唔夠錢去買佢哋嘅單位啊。咁嗰1000萬會點用呢？咁由於高壇主係開立咗濟世堂噶嘛，咁而據香先生嘅理解
安呢個濟世堂咧係借咗好多錢翻嚟噶，而借嘅錢咧始終有還錢嘅期限噶。而以香先生嘅判斷咧，佢覺得濟世堂係唔會撐到落去噶。咁而當濟世堂係冇錢嘅時候，香先生就推斷咧，濟世堂嘅住持咧高壇主咧就會向廣章佛堂咧管理財政嘅邱壇主咧嚟到去借錢喎。香先生咧，佢自己亦都同意咧，濟世堂係的確可以帶到人咧去廣章佛堂嘅。咁以我嘅理解咧，就係濟世堂因為佢提供一啲宗教嘅商品去俾人去恭請啦，佢亦都有提供呢個點燈嘅代理祈禱嘅服務啦，同埋咧佢亦都有咧提供地藏尖刷輪咧去幫一啲善信啦問事咧解決佢哋嘅疑難等等咧，呢一啲咧都可以帶到人哋咧去廣章佛堂嘅。所以咧念在咧濟世堂係可以幫助到咧廣章佛堂呢一個條件之下咧，咁廣章佛堂咧管數嘅邱壇主咧就會借錢俾咧濟世堂高壇主佢哋咧去營運佢哋嘅濟世堂等等啦。由於香先生咧佢判定濟世堂咧佢係撐唔住嘅，係唔能夠自己收支平衡嘅，所以佢認為咧一旦咧係廣章佛堂借咗錢咧去俾濟世堂還錢也好營運也好咧，咁就會好似咧開咗一個無底洞咁樣越踩越深啊！之前咧係籌款翻嚟嘅嗰1000萬咧，俾廣章佛堂咧係去購買會址、購買嗰個單位嘅嗰一個1000萬嘅款項咧，就可能會咧係逐啲咁樣咧就去晒濟世堂嗰邊咧，然之後咧就會越嚟越少啦咁樣嘅。喺香先生咧係好苦惱、好困擾啦，但係只係去到7日之後咧，廣章佛堂咧就發表咗個公告咧，係能夠令到咧香先生安心落嚟嘅。咁呢個公告咧就係話咧，敬愛嘅諸位大德善信坤安，承蒙各位大德嘅長期護持咧，蓮池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括號廣章佛堂謹此公告，本公司已於2026年4月23日星期四正式完成物業買賣合約啦！感謝諸位大德善信嘅發心同埋支持於今咧如願咁樣推動咗佛堂購置嘅事宜啦。本公司所收取嘅善款已經依承諾全數撥作購置佛堂之用啦。因此咧，凡於2026年4月23號或者之後提出嘅退款申請咧，將不會再作處理嘅。事情發生到呢度咧，我覺得真係一個神蹟嚟嘅。應該就係香先生佢喺文王殿裏邊咧，深信佢哋嘅主神文王啦，同埋深信佢哋嘅土地公佩丁師姐啦。咁呢兩位嘅神明咧嘅大力嘅加持咧，就令到好困擾嘅香先生咧唔使再困擾落去啦。因為佢擔心咧嗰啲籌翻嚟嘅1000萬咧，會咧係一個唔係用咗喺咧係購置廣章佛堂會址嘅其他嘅目的嗰度。佢擔心咧啲款項咧會去咗一啲唔係佢本身要去嘅地方。咁但係咧佢只係煩惱咗7日啫，呢一個煩惱就一掃而空啦。而廣章佛堂亦都成功咁買咗佢嘅物業嘅會址啦。當然啦，佢係嗰啲所謂爭嘅本身爭幾多百萬先至買到嘅嗰啲，咁究竟係邊一個地方去將佢填滿佢咧？定係其實香先生收到嘅資料係唔係咁切實嘅？其實可能廣章佛堂咧根本上咧就係籌募嘅經費咧就已經係足夠去買嗰個單位啦。無論係乜嘢嘅處理方式也好啦，無論中間經過乜嘢嘅故事情節都好啦，但係而家嘅結局咧，可以話係真係皆大歡喜嘅。第一一貫道廣濟道場法一組，佢旗下咧喺香港嘅廣章佛堂咧，係正式咁可以買到一個永久嘅會址啦，作為佢哋嘅傳播佢哋一貫道嘅宗教係一個好安穩嘅狀態啦。第二
香先生咧一直以嚟啊嚇，呢一兩年咧撲心撲命咁，希望咧係籌建到呢個廣章佛堂啊，希望令佢咧係買到一個永久嘅會址落嚟啊，等佢可以咧係安穩咁樣咧係散播一貫道咧。嗱，而家呢一個嘅目的亦都達到咗喎。第三咧就係佢擔心咧，如果佢哋買唔到啊呢一個一貫道嘅永久嘅會址嘅話咧，可能咧資金擺喺度咧就會流向咗一啲咧係唔係買呢一個會址嘅原有目的嘅地方啦，驚啲資金咧係會去咗一啲佢認為唔係咁好嘅地方啦嚇。咁如果係咁嘅話咧，佢呢個擔憂又一掃而空咯喎。嗱，第四咧就係呢一個係一個信仰嘅見證嚟噶嘛，咁。香子耀先生啊，咁佢發心做咁多嘅好事係咪？咁佢喺完全冇任何利益底下咧，佢都係完全咧係冇廣章佛堂嘅邀請啊，或者係佢嘅授意底下咧，佢都咁主動，亦都咧係咁憂心忡忡啊，亦都咧係咁熱誠咁樣咧，喺成個廣章佛堂嘅興建啊、安坐啊，然之後係購買會址啊，整個過程裏邊咧，都係不遺餘力咁去幫手宣傳、幫手籌款啦。而家到最後咧，一切都成真嘅時候咧，可以見到咧，香子耀先生咧信仰文王咧，同埋信仰佩丁師姐咧嗰個信仰嘅深厚，以及咧嗰個感應嘅非常快速啊，係咪？佢擔心咗幾日之後，哇！即刻文王同埋佩丁師姐咧就去安撫佢嘅呢個彷徨嘅心啦。就令到佢咧係唔需要再擔心咧廣章佛堂係買唔到嗰個會址啦，同埋咧籌咗翻嚟嗰1000萬咧，可能唔係用喺佢應該用嘅地方啦。所以咧，成個係一個信仰嘅奇蹟嚟㗎，真係只可以講咧，無形世界嘅嘢咧，我哋有形嘅人咧，真係好難去參透㗎。嗱，咁咧，聽日咧就係咧3月嘅自日咯喎，咁我哋咧真教園靈中壇咧就會有賜財嘅月費經儀嘅，咁3月嘅賜財嘅月費經儀咧，咁今日咧係第一次開始㗎嚇，咁大家都可以把握呢個機會咧，咁去參加我哋呢個月費嘅賜財經儀啦，同埋咧我哋亦都有聽日咧3月嘅第一個自日咧上巳嘅佛系除穢嘅經儀嘅。咁大家可以咧睇睇我哋而家嘅詳細介紹啊！我哋一個叫做園靈賜財燈儀啊，就係一個月費嘅經儀嚟㗎。咁我哋咧就會逢親喺己日咧，因為己係土日嚟㗎嘛，己土就人財啊。我哋咧就會喺呢日咧去公開呢個賜財嘅燈儀啦，去祈求我哋嘅金錢啊、財富嘅運程嘅。咁每10日就會有一次呢個經儀嘅。透過咧觀察每次經儀嘅時候嗰個燈陣嘅光啊、亮啊、明啊、滅啊嘅情況咧，都可以預測到未來10日嗰個財運嘅情況嘅。咁呢個經儀咧都係月費嘅喎，就係咧俾一個月費嘅價錢咧，嗰個月裏邊嘅3次經儀咧就已經包咗晒喺入邊噶啦。咁個人掛名咧就係910蚊，合家掛名咧就係1820蚊。同樣啦，就係唔理你合家有幾多個人嘅，都會咧係得到嘅加持庇佑噶。咁如果你對呢一個經儀有興趣嘅話咧，又可以聯絡我哋嘅莫小姐啦。佢嘅 WhatsApp 咧係63853668。咁嚟緊嘅星期六咧，4月25號咧，就係3月嘅上巳日啊，3月第一個巳日嗰日己巳嚟嘅。咁我哋咧就會按翻古代嘅習俗咧去舉行園靈上巳佛系經儀啦。咁即係咧，我哋會喺3月上巳日嘅時候咧，係透過咧一啲清水啊，為大家去清洗一啲邪穢嘅。好啦，咁我哋咧，如果係希望可以解除一啲咧曾經親近過邪物所沾染嘅污氣啊，例如係你信嗰啲邪教啊、邪師啊、拜嗰啲邪廟啊、邪魔啊，或者曾經係見到啦，或者觸碰過人嘅屍體啊，有一啲靈慾啱啱釋放啊，或者你患咗啲好惡嘅病啊、絕症啊、好
怪嘅病啊，或者做完大嘅手術啱啱好返啊，甚至乎係墮胎啊、流產啊，或者咧係啱啱生完 BB 啊，曾經經過好大嘅血崩啊、惡露啊等等咧，都可以係去除呢個血位嘅。咁另外，如果你身體係一啲長期病啊，或者有啲即係枕住有啲病啊，唔知點解咁樣啊，或者係咧一啲比較棘手嘅病啊、癌症啊等等咧，都可以透過呢個上肢忽系經儀咧去做一個淨化㗎。咁如果你話自己成日都好容易咧棘下棘下遇到一啲唔係好暢順啊，覺得咧有啲意外啊、厄運總係陪住你啊，或者總係咧好晦氣啊、好霉啊咁樣咧，呢一種嘅淨化嘅儀式咧，都或者可以幫到你嘅喎。咁呢一個儀式咧就係收費相當相宜嘅。咁經資方面咧，個人只係270蚊啫，合家去掛名咧都只係390蚊嘅。咁如果你有興趣咧喺呢個經儀度掛名表文咧，係透過紙嘅人形咧去代替你，咁去咧清除你身上邊嘅一啲污穢嘅話咧，都歡迎你咧係聯絡我哋莫小姐啊，WhatsApp 咧係63853668，咁我哋咧就可以掛名呢個經儀咧係做我哋呢個真教嘅元靈上肢忽系經儀嘅儀式噶啦。咁大家記得訂閱翻有道火咧嚟聽我每日嘅 podcast 啦。如果你想聽我一個星期一次左右嘅live 嘅錄影啦，即係都唔知叫咩啦。總之我個人會喐住咁同你講嘢嘅錄影啦。咁歡迎你訂閱咧小確真嘅頻道。我哋下次再見，拜拜。